大家好，我今日要介紹嘅著作係歐樂文醫生嘅《快樂無處不在》。提起歐醫生，大家應該唔會陌生，因為佢嘅作品用字簡練，故事都有細心安排，經常令讀者會心微笑。歐醫生早期嘅作品，例如《開懷醫生》、《醫者孩子心》、《快樂醫院》等，相信都係好多中學生，包括你哋睇過而又喜歡嘅書。今次介紹嘅《快樂無處不在》，輯錄咗歐醫生歷年精彩嘅69篇文章，加上英文翻譯、精美嘅插畫，令佢獲得第5屆香港金月獎最佳圖文書。呢本書嘅主題就好似歐醫生嘅夫子自道。很久以前，我認為人生的目標是追尋快樂，卻漸漸發現快樂不必追尋，只要留心觀察，它是無處不在的。歐醫生為咗證明自己嘅觀點，喺書中固然輯錄咗唔少開心事，但我更加欣賞嘅係佢同時輯錄咗不快、不幸或者係遺憾嘅事，從中竟然可以揾到令人驚喜快慰嘅亮點。就好似被騙也是幸福呢個故仔入面，雖然歐醫生嘅三叔呃咗佢20幾年，但係當佢明白三叔嘅出發點係為咗安慰佢、氹佢開心嘅時候，佢話：我沒有失望，反覺溫暖。畢竟世上有人願意花氣力令你快樂，即使是欺騙也算幸福。睇完故仔，令人不其然咁諗翻，我哋身邊都有唔少人做過一啲我哋唔認同嘅事，但如果細心諗下佢哋嘅出發點，或者會令你改觀。又譬如另外一個故仔壞消息，講一個老人家每日起身都要咳嗽45分鐘，令佢覺得好辛苦。歐醫生就話俾佢聽，一天有24小時，辛苦45分鐘，還有23小時15分鐘舒服，不錯嘛？歐醫生呢番話提醒咗我，有時我哋會為咗一啲我哋做唔到，又或者係做錯咗嘅事耿耿於懷。但係呢啲事喺我哋人生裏面只係一個小點，根本係微不足道。我哋唔應該因為咁而一直自責，又或者係抱怨。我哋生活中難免有大大小小令我哋失望、沮喪、擔心、憤怒嘅事。即使係打波先嚟落雨，鬧鐘無端端變咗靜音，趕住返學就偏偏送車尾，默書差1分先至及格，諸如此類。但換一個角度去睇同一件事，我哋總會揾到亮點。最後我想用歐醫生嘅話嚟到去總結，佢係咁講㗎：快樂很奇特，當周圍的人快樂，你會加倍快樂。善待別人等於善待自己。